开始串流。好，另外我呢，来，咱拢设定好啊哈。今仔日对一，我已经袂记电话读到倒位。我看下啊，上帝安歇赐福气。讲起极古早，上帝6日的中间创造天地海万物。我即摆咧读即嘛第20页最后一段吼。我搁对最后一段就开始吼。讲起极古早，上帝6日的中间创造天地海万物，拢照备。后来创造始祖吼，始祖就是开这个开山始祖了哈，始祖了哈。为什么有人打电话我？哦，芭比打电话我，什么代志？无开麦好，对，好，我即马开嘿。CH 袂记开麦但是我看咱有，我搁讲一下吼。Hello， 安尼敢若，我毋知恁有听到无呢？芭比，你敢会当开一下麦，互我听一下？Hello。好，来，我先离开一下吼。我要安怎离开呢 ？Leave quietly。这个礼拜。好，来，我听到你的声。好，可能是我一开始开起来都有问题，我毋知影。好，毋是最近啦，自我零捌 Clubhouse 几若年来拢有 bug， 真嗨。好，咱不管哦，咱照应伊的所在，莫甲批评啊，免钱的吼。好来，顶回我读到倒我袂记啊，我继续，我对即个第20页吼，最后一段我开始搁读起，我看我会想起的吼。是怎样甲讲吼？讲起极古早，上帝6日的中间创造天地海万物，拢照备吼。后来创造始祖吼，始祖就开山始祖的始祖吼。后来创造始祖亚当夏娃，已经明白，我毋知是毋是顶回读到遮吼，明白就是已经清楚了吼，completed 吼，英语是安尼讲，就完整结束安尼吼，已经明白就第7日安息吼，第7天就休困吼，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世界吼，因有一礼拜，第7礼拜一定是爱休困吼。当然即马护理好嘛吼，第6礼拜就开始休吼。歹势讲毋对啦，
第7天啊，一礼拜第7天开始休，啊，即嘛是差不多第6天就开始休吼。阮较早我差不多伫咧读，我做兵退伍了后，1-2年啦，我袂记啊吼。拜六嘛是爱去上班的吼，拜六中昼上半工尔。好啊，后来才改做一礼拜休2天，啊，迄当阵才开始台湾的即个国内的即个旅游事业吼，才开始大大发展起来吼。无你咧半工拜六半工无可能出去佚佗嘛吼，啊，所以你要有法度出去佚佗的即个时间足短的，一礼拜休2天就开始啊吼。所以伫咧即个一礼拜休2天进前吼，我会记迄当阵，比如讲我做兵，我食头路了后，我家己会坐好车去一寡小站吼，比如讲我袂记迄小站啥，埕顶还是迄个叫啥，一个上悬点迄个所在，什么圣兴吼，我是爱足介意迄当阵的即寡站，或者是一寡所在，比如讲鹿港吼，我迄当阵去鹿港佚佗的时阵，凊彩找一间店啊，迄看起来就足拗古的迄个物件嘛，啊入去叫一碗蚵仔汤，内底甜的蚵仔，清啊，偌好啉，偌好食。啊，迄圣兴我会记，我出站吼，出号遐头外口空一片，啥物？毋是空一片啦，无啥物店，敢若有开一间面店嘛吼。啊，我着4月去散步了，转来的时阵，我要坐火车转来进前，我着伫面店食一碗面。迄嘛是我印象中足好食的面。这就是台湾伫咧无休一礼拜休2天进前的即个美好的世界吼。你各位已经看袂到，我后来鹿港我就爱去啊吼，圣兴我无爱去啊，拢全人。好来，我讲对遮来，好，已经明白就第7日安休吼，上帝第7日安休，所以后来咱人嘛，倒咧第7天休困吼，尤其是犹太人吼，因求即个安休，你就啊是足严格吼，即天可能袂当坐电梯，会使坐电梯啦，你袂使家己去试电梯啦吼，电梯遐别人家己试吼。好，将即日互咱人来守吼，就是拄则讲爱守安休日啦，守安休日，就是讲将即天互咱人来守安休日。互身躯通休困吼，所以上帝休困，咱人嘛相款第7天爱休困吼。互身躯通休困，心神通听道理，就会平安。搁死后通得到永活吼。这休第7天的道理才深哦，无啦，应该这，互你身躯着安休，心神通听道理，这是对啦。啊，但是听道理的目的是要互你会平安，死后通得到永活啦，吼，就是安尼。顶回敢若是读到这段的头一句尔啦，吼，咱头一句读煞吼。讲起极古早上帝6日的中间吼，创造天地海万物吼，拢照比后来创造始祖亚当夏娃应该顶回是读到遮吼，所以咱对遮即礼拜对遮再搁开始刷接落吼。拄则已经读过，我看我搁读遍，我看有啥物理爱解释吼，已经明白就第7日安休，明白拄则讲啊吼，咱来查遮明白清楚明白嘛吼。这大家拢知，但是伫台语内底听起来，其实毋是台语，你若看即个古早文吼、古早汉文吼，明白，或者是你即嘛可能伫咧一寡迄个白话小说，就是北方的白话小说，什物《三国演义》吼，水滸传内底，可能佫会看着伊安尼用啊，代志已经明白吼，毋是干那清楚尔吼，是其实就是代志已经拢安踏好势吼，咱来查者明白 ，BENG 第5声白 ，PEK 第8声。明白第1项就是明了吼，第2个解释叫做了解吼，了解是大家拢知啦 ，understand 吼，
这个意思大家拢知。clear 这嘛大家第一个规则就是 clear 嘛，明了嘛吼。第二个规则 understand 嘛吼，大家拢知。第三个就是我拄则讲代志都安大好势吼，伊讲伊规则叫做整理好势，我感觉我规则比较好啦。好来，第三咱来看例句吼，整理好势明白为什么？第三伊例句是清楚明白吼，这敢若 clear 安尼第二个例句叫做代志明白吼，这就是拄则讲的代志安大好势吼。好，啊第二咱来看一下例句，明了甲明了解有啥无共？好，明白的事就是拄则讲真清楚嘛吼，真清楚的代志吼。第二个例句了解讲，呾就明白啦，呾你了解啦吼，安尼。好，这免阁看原文啦，应该无啥物通好看。好，咱继续来即个小说，继续甲看咧吼。已经明白吼，就是上帝所做即寡代志，伊拢清楚啊吼，已经拢安大好势啊吼，创造天地万物、海万物吼，这代志拢安大好势了，就第7日安息。我拄则讲安大，这安大颠倒，我可能爸比可能就较无遐熟吼。安尼吼，好来，听着，咱来查一下吼。愈听着愈爱查。安大，就安大，我嘛无啥知要安怎写。吼 ，ANTAH 吼，安大吼，就是安排 arrange 吼，安排安置。例句是暂且安大吼。我对遮无多拢读着片音啦吼，安大，吼其实是安大吼。我毋知片音有无，等下无得查看觅。我来看一下安大的日文。大理大书店是刻伫倒位咧？安大，伫遮。決める。定める、取り決める，歹勢我拢無解清楚吼，反正都是 arrange 吼。啊，若我拄则读，可能是走逝去的迄种音感有 ，TANNH， 无吼，歹勢我读走逝去吼，安大。好，已經明白，已經安大好勢，就第7日安息，安息。安歇啦吼，華語叫做什麼？安息啦吼。當然，迄個時，迄個漢字嘛會當讀做休啦吼。用即個意義去讀叫做啥？什麼？我煞袂記。日語啦吼。音讀甲即個，毋是音讀啦，即個啥？就是讀意義的吼。安息就是。原来会当写华语迄个安息吼，将即日互咱人来守吼，从这第7天即日啦吼，一礼拜第7天即日，互咱人来守，守啥物后壁写吼，互身躯通休困吼，休困就应该免解释吼，互身躯通休困肉体啦吼。拄则是肉体嘛，即嘛是后壁佫是心神通听道理，本来是心神通安定啦，迄个心神通听道理吼。听道理就是你若伫华语内底因华语教会讲叫做什么听讲道吼，台语教会叫做听道理吼。就会平安吼，你身体得到休困，心神有听道理，就会得到平安。即个话就是下啦吼，话就是会不会迄个会吼，
就话平安，这个话是应该是泉州腔，就是我甲冠奇讲的这种。我定定，我为什么会定定我来讲话？因为阮若讲话，我就对讲话吼。O E 第七声吼，我若想到阮若讲，伊伫讲话，伊讲啊话会使嘿，伊讲话吼。好，你若知即个话字，足简单的字吼 ，O E， 你若知即个伫大理大书店吼，伊受泉州腔吼，即咱讲几啊摆吼，大理大书店以泉州腔为主吼，漳州腔是补助尔，漳州腔刻伫其他的腔好。啊，其实老泉腔是我袂晓读吼，伊是 ERE 我就真正袂晓读，是敢若毋是吼，好。话就是可以吼，会当吼。来，咱来看4个规则。第一，可以吼，就是 you can 吼 ，you may 应该 you may 做啥物代志 ？You are allowed 吼。例句比如讲，话见证治，这应该是读证吧？等下看日本版。话见证就是会互人看，会使去互人证人看吼。伊真话，伊真厚啦吼。话也袂到底你是会晓啊袂晓吼？会晓啊袂晓？话也袂吼。第二个是因为安怎递到啥物吼？话吼，因为啥物所以递到啥物吼？咱来看例句较知影吼。伊的边不及上重，拍算话死吼。因为足上重，所以递到会死嘛吼。伊的边不及上重，拍算话死吼。路真骨，若无细字会跋倒吼。所以即个话毋是 you are allowed, you may, you can， 毋是我看要安怎解释。You could be, you will。英语可能无安尼说哈，因为所以递到 ，so that， 路真good，so that you may 嘛是佫是 may 啦吼，所以这个 may 嘛是 you may，you maybe 吼 you may， 即个 may 和拄则迄个 may 无共，拄则是 allow， 即嘛是就是讲可能会发生吼。好。所以路真骨，若无细字会跋倒吼，会跋倒吼，无拄会跋倒。即个话就是可能会发生吼，因为安怎所以会发生。第三个例句是形容词，第三个规则是形容词的动词形，都会变成安怎？这毋是拄则讲的，我就是讲因为安怎就会变成安怎吼，差不多意思嘛吼。咱来看，但是动词形，咱来看例句就知。食酒面就会红吼，因为你食酒面就会红，就因为安怎递到安怎，其实你安尼解释嘛会使嘛吼，就会红。但是假是讲上就会变成安怎，就是形容词的动词形。食酒面就会红，形容词的动词形。所以是后壁迄个形容词红变做动词形，食酒面就会红吼。第二个例句咱看嘛，若打碟就会好。打碟是即只讲是你若一些汉字写治疗等于治疗吼，等于治疗。打碟其实就是打理的意思，打理啦，华语打理讲你若有你整理，当然毋是即只整理是讲你身体若有去整理有去治疗啦吼。若打碟就会好吼。即个好是会形容词的做动词形，就会好。哇，这遮困难的，我真正袂晓。这可能爱学语言学的人才有法度去解释即种啥物动词形，放伫头前安怎用哈。好，食酒面就会红吼，若打碟就会好吼。来，等下再来查打碟。那看第四个，第四个规则讲，若话。甲迄个若先干性起来，
比如讲第4个例句讲，我哪会知吼？但是你会当甲哪简写起来，讲我会知吼。我相信你会听着，我会知吼，等于有一种讲法是我会知吼，我会知或者我袂知吼，就是我哪会知啦，我哪有可能会知啦，我会知吼，所以你会当简写讲我会知吼，我袂知吼。来第2个例句，穿甲遮济领，我会寒哦。意思反问你啦，我穿遮济领，你感觉我会寒哦？穿甲遮济领，我会寒，其实我袂寒啦吼，意思是安尼，我哪会寒吼？穿甲遮济领，我哪会寒吼？所以甲即个哪会简写就直接讲一个话字就好。好，来即个话字吼，学起来吼。上简单的字，咱绝对拢会知啦吼，因为迄词典内底绝对是例句一大堆吼，拢爱学起来，拢爱学起来。我即马讲一个，搁强调，拢爱学起来吼，毋是讲我遮做我学一个就好，拢爱学起来吼，因为你拢用会着吼，这是遮尔简单的字。打碟咱查一下吼 ，TANN 第2声答碟 TIAP。哇，竟然无！我是有写毋对无 ？TANN 第2声 TIP 哦，第8声然后打掉。TANN 第2声 TIAP 第8声哈。打掉来有2个意思哦，吼，有2个意思，咱来看。第一个，听法囡仔吼，处罚囡仔啦吼，教育囡仔，这是打碟吼。第2个是大膏药来医治，打碟吼，大膏药来医治吼，打碟，是毋是安尼才叫做打？我毋知啦吼，打碟吼。拄则好，这就安尼就过啦吼。拄则讲迄个话，有一个讲话见得正，话见正直吼，也是话见重伫我查一个迄个众吼，众人迄个众，话见正直。我因为写汉字我无确定，即个话字吼，但你大词典用的汉字毋是社会迄个会哦，伊写能不能迄个能吼。所以你迄个汉字的观念，拜托各位一定要拍破你对汉字的观念吼，毋是讲哦，我话一定要写社会的会吼，毋是啦，绝对毋是吼。你写即个能嘛是会使吼，读做话吼。拄则要看的是第1个例句，讲话见正吼，伊是写话见正直吼。可以见得众人，可以让众人看，就是袂漏开啦，话见正直就是袂漏开啦。你若要甲即句用另外一个句来替代，就是安尼吼。后来咱转来小说吼，已经明白就第7日安歇，将即日互咱人来守，互身躯通休困，心神通听道理，就会平安吼。话读过啊吼，话解说过啊，就会平安，搁死后通得到永活吼，搁死了后通得到永活吼。永活是基督教内底因的教义吼，因的信仰之一啦吼。啥物叫永活？恁我无爱解说啊，恁家己有兴趣再去查。基督教对永活伫迄个各位所知影、较知影迄个叫做啥物和合本吼，华语教会所咧读的和合本吼，写做永生吼，但是你若伫巴克版是读做是永活吼，搁死后通得到永活。好，你有听到你死后通得到永活啦吼。这其实吼，这是基督教会吼迄个教义内底吼，
有时啊，你感觉到底是死是永活，是死是安休哈？有诶讲死是都已经我毋知人去，一直啊到上帝搁再来迄一天，甲阮对墓仔埔吼，对即个墓桶内底搁甲阮扭出来吼，搁互阮骨生吧，即个永活吼，到底是啥？我不管哈，嘛伫底是恁家己有兴趣再去看吼。到底是对即种我毋知吼。好，咱继续看咧，这就是上帝的赏赐福气吼，这就是上帝的赏赐福气。讲迄个，互恁第7天会当安休啦吼，毋是妈祖的保庇。毋是妈祖伫保庇吼，啊，即嘛开始排斥其他宗教吼，这是上帝功劳啦吼，毋是妈祖的吼，就毋是妈祖伫保庇吼，这应该免啥物查嘛，有啥物历史啊看，应该免赏赐福气吼，保庇。咱继续看咧，好，第20页总算看了吼，第21页，所以发生啥物代志呢？所以，咱着学上帝的款式，常常来守安息日，就上帝也要常常赏赐福气吼。所以，咱着学上帝款式吼。基督徒基本上因伫即个世上所要做的，就是即项代志尔，就是要学上帝款式吼。啊，因为上帝看袂到啊，吼！上帝看袂到，犹太教是讲上帝是无啥物，你是毋知影伊是啥物形吼。但是咱知影，圣经内底就一开始有交代讲，咱人是以上帝形象去做吼，所以基本上上帝就是人的即种款嘛吼，即种面貌，即种体格吼。好。这是犹太教啦，犹太教讲上帝看袂到吼，你嘛无法度看吼，你是无法度看，你无法度目睭直接看上帝吼，你是迄个阳光遮尔啊大，你看无法度看吼。基督教就讲好，上帝派伊个独生囝吼，伊个后生叫做耶稣吼，来即个世间。来行做，互你看，互你知影讲安怎学伊诶模样吼。OK， 啊，所以即个我就来讲，基督徒因一世人可能你做就是即项代志，就是行出，就是要行做基督徒会行做，活出上帝款式吼。咱着学上帝款式吼，款式应该免查啦，看几啊遍吼。迄个款式，迄个模样，迄个款吼，那个样子吼。我毋知华语要干哪款式哈，你若要写汉字吼，款式哈，款式。常常来守安息日哈，啊，即只是讲学上帝款式来守安息日啦吼。伊这个讲毋是上帝所有的款式吼，是指爱来守安息日吼。伊无讲。伊讲逐礼拜，伊讲常常，意思讲你会浪一礼拜，浪2礼拜袂要紧啦吼。好啦，意思当然毋是讲你叫你莫安息啦，是意思是讲你若真正有啥物吼，无法度，迄是无法度守安息日吼，毋免。这是伊讲吼，这是即个拄则吼，田开盘讲吼，我毋知影教义。是毋是安尼讲吼？其实是无安尼讲啦，以我所知啦吼，圣经嘛无安尼强调讲你安息日逐礼拜无守你会安怎吼？无啦，无遮严重吼。但是讲你爱守安息日无毋对啦吼。常常来守安息日，就上帝也要常常赏赐福气吼。例如你守安息日，上帝赏赐你福气吼，一种交换条件就对啦吼。你若无守到，你免想要守得到福气吼。这嘛是伊天开盘。讲的吼，上帝无安尼讲吼，就上帝也要常常赏赐福气吼。好，到遮即段读煞，爸比有啥物字需要我搁现伫点无？若无咱来读吼，无吼，来好，咱来读。登去顶一页20页。
咱第一句读过啊啦，所以咱对第二句开始读起吼。已经明白，就第七日安息。来，芭比。已经明白啊，哎呀，难念。已经明白，白就第白啊，读较悬的哦，无够悬。明白，这样。嘿，明白。明白。嘿，啊对，安尼就对。对吼，已经明白，就第七日安息。译文。已经明白，就第七日安息。马文。已经明白，就第七日安息。三年。已经明白，就第七日安息。嘿，将七日，互咱人来守，互身躯哦，这真长啦吼，所以咱读到遮咯。将七日，互咱人来守。我要听恁即个日是毋是读第八声吼？第八调。将七日，互咱人来守。芭比。好，将七日，互咱人来守。嘿，好，因为头前迄第七日吼，其实第七日有人读第七日啦，但是因为迄种变调要继续读落袂要紧啦吼。但是即只七日，我感觉一定爱长啦吼，无意思怪怪。要变调嘛是会使，将七日互咱人来守啦，安尼直接读个嘛是会使啦。好啦，拢会使。好来，译文。将七日，互人来守。哦，互咱人来守。互咱人来守。嘿，来马文。将七日，互咱人来守。来，三年。将即日，互咱人来守。好，来我看这线只遮长，我读落有法度无？互身躯通互身躯通休困，心神通听道理。好，到遮好啦。互身躯通安息，心神通听道理。芭比。好，互身躯通休困，心神不是心神，对，嘿，通听道理。对，嘿，译文。互身躯通休困，心神通听道理。马文。互身躯通休困，心神通听道理。三年。互身躯通休困，心神通听道理。一月平安，搁死后通得到永活。芭比。一月平安，搁死后。搁死是死吼。死后。嘿，死后啊变调，嘿。搁死后通得到永活。嘿，这变调有人和我无共啦，歹势，你无一定爱和我相像吼。南部腔变做第1732353，13253，敢若有变第7调的款啊，我无南部腔我煞无啥会记。好，来译文。伊变去啊，对。一月平安，搁死后通得到永活。永活嘿就对啦，这是南部腔的变调吼，歹势。来马文。一月平安，搁死后通得到永活。
嘿，第二条吼，阮泉州腔或者是北部腔的台北人心着吼，是2变5，啊，南部腔是2变7。比如讲应变，阮是读英话，应该读英话，英话是第7式，是第7还是第英话吼？1732532 17325 273，啥物外说我说袂记吼，27就是2变7吼，南部腔2变7，英话也是英话吼，随在你吼。3年你读过未？要不要？要背。来。就为平安，古时候通得到永活。吼，你头前北部腔，后壁南部腔吼，讲全难啦吼。这就是上帝在赏赐福气，毋是妈祖在保庇。我两句读做伙吼。这就是上帝在赏赐福气，毋是妈祖在保庇。来，芭比。这就是上帝在赏赐福气。赏赐。赏赐福气。歹势啦，我赏赐福气啦，爱变调啦。我是讲，我听你赏赐读袂出来，赏赐福气吼。对啊，我讲一解啦。这就是上帝在赏赐福气。安尼有较正确无？有正确，嘿。好，毋是妈祖的保庇。对。玉文。这就是上帝咧赏赐福气，毋是妈祖咧保庇。马文。这就是上帝在赏赐福气，毋是妈祖在保庇。3年。这就是上帝在赏赐福气，毋是妈祖在保庇。所以咱着学上帝的款式，常常来守安息日。到遮好啦，芭比。所以咱着学上帝的款式，常常来守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即字我着强调，一定爱读对吼，无你读字就是发音毋对去啊吼。好。来，玉文。所以咱着学上帝的款式，常常来守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对吼。啊，守是第二声嘛，你要变调两种变法吼。守安息日，或者是守安第7声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吼。我南部腔我较袂晓啦吼，守安息日吼，啊是守安息日吼，看你要对一种。好来，马文。所以咱着学上帝的款式，常常来守安息日。3年。所以咱着学上帝的款式，常常来守安息日。款式吼。款式。你读对啦，我忽然间想到讲，爱搁讲一下吼。好来，继续吼，就上帝也要常常赏赐福气。芭比。就上帝也要常常赏赐福气。对，赏赐吼，赏赐福气，那后壁还佫福气才变调啦，无赏赐是安尼读啦吼。后壁是第3声。玉文。就上帝
也要常常想思福气。嘿，马文。求上帝也要常常想思福气。3年。求上帝也要常常想思福气。好，咱今仔日搁读15分钟啦吼，因为我慢15分钟开始吼，因为我食饭饱拢会去散步吼。我即马自差不多顶礼拜，只2礼拜前开始吼，养成习惯吼。食饭饱毋通随坐踮伊遐看电视，还是走去困吼，一定爱去行行咧吼。所以我都坚持吼，虽然要上课啊，我嘛时间到，我嘛是感觉我应该去行行咧吼。好，来，为什么？因为我的血糖一直小可问题啦吼，毋是介严重啦，所以我爱足注意吼。来，咱看一段，志勤听见才会道理吼。咱故事讲较对啊吼，其实咱读足慢，但是故事进展到什么程度？咱故事自志勤少年时开始讲起，伊十几岁的姑娘吼，开始讲起啊，迄当阵就是聪明伶俐吼，佮乖巧吼，友好啊。后来呢，伊就含即个台川师吼，啥物庄我袂记，即个猫咪庄的台川师吼，即个结为连理嘛吼。咱故事即嘛进行到伊头一套吼，生即个金星吼，平安顺产了后，伊就因为啥物因缘，有即个机会去一个礼拜堂参加礼拜吼的情形吼。好，咱继续看咧。志勤听见才会道理，伊伫个礼拜堂听见迄个啥物爸，啥物个李爸哟，还是啥爸？迄个牧师吼讲道理，听见才会道理吼，心肝亲像看见光明吼，心肝亲像看见光明吼。其实心肝是袂，心肝目睭才会看嘛，但是只是心肝吼。看见光明吼，所以规个心拢拍开吼。较早心内底有一粒是黑暗的吼，光无照着吼。因为伊毋捌嘛，毋知影有即个道理嘛吼。今仔日因为人甲开拆，伊才知影讲啊，原来是即个较早因毋捌的，今仔日捌啦吼。叫做心肝亲像看见光明吼，这是文学上的即种运用啦，想煞讲起来，其实是无啥物好解释吼。心肝大家知嘛，亲像大家嘛知嘛吼，看见佫较免讲吼，光明嘛大家拢知吼。好，咱继续看，家己讲吼，敢若是即个字招伊来的啦吼。家己讲，伊着家己讲啥呢？来，后礼拜我要过来吼。家己讲，后礼拜我要过来听道理啦，吼。后礼拜我要过来，应该嘛免解释吼。咱进前虽然读遮慢吼，每一字拢读，但是毋是讲以后一定会拢遮慢，咱其实一定会愈来愈紧啦，因为愈来愈免现字典、词典的进度会愈来愈紧吼。义讲真好，义讲真好吼。伊讲后礼拜要过来，当然义就真欢喜嘛，讲真好。对迄碟。转去了后吼，对迄碟转去，我读转去吼，其实是头中爱2个海分啊，转甲去，其实爱2个海分，我是转去吼。啊，我惯势安尼读，你要叫我无安尼读，我嘛是其实读袂啥来吼。对迄碟，你若要照伊飘，毋是对迄碟对迄碟转去了后吼。对迄粒转去了后，但是我袂安尼读啊吼。对迄粒转去了后，迄粒是啥物意思？应该是咱嘛应该有显过才对啦，因为即个迄粒、迄粒吼，应该是直接用着吼。即个碟伫我看看字典有字无 ？TIAP 第8声，我拍字为啥物个失效？TIAP 第8条，碟，伫倒位呢？
碟即字足侪共音字汉字吼，但是我现到即嘛，我还有2页咧，拢无看到即个意思。哦，有第2页头一个就是啊吼，第2个嘛是。拄则咱阁有讲到单碟有无？单碟，咱先来看单碟啦吼。第3个单碟就是单碟变正吼。也是修理的意思，有无？我拄则讲单碟就是修理、整理啦，吼。我拄则敢若讲整理，整理你的身体，就是去治疗嘛，去互医生看嘛，吼。单碟吼，单碟就是整理、修理的意思，单碟吼。好，就是单碟，咱转来即个即嘛，即碟、迄碟吼，就是 this moment， 或者是 that moment 吼，即个 moment 吼，就是碟的意思吼。汉字伊写即我毋知是安怎读，刹那哟，还是即字我袂晓读吼。即碟迄碟吼，无等下再查即个汉字，我先甲 copy 个吼。迄碟即碟吼，趁即碟趁即当阵吼，吼，所以即当阵即当阵吼 ，this moment 就是趁即碟的意思吼。即什么意思？趁即碟就是趁即碟的意思，啊，这毋是共款意思。好，过来第2个，碟仔久，阮是歹势，碟仔久吼，应该是阿前变调，我拢袂晓变吼。碟仔久吼，即碟仔久吼，碟仔久就是要安怎讲，就是 a very short moment 啦，碟仔久吼，即碟仔久吼，就是连边的意思啊，就是随安怎吼，就是连边的意思吼。碟仔远，碟仔远，其实碟是时间的单位吼。碟仔远是讲你免介行远，免行足久的路途啦吼。碟仔远，所以无介远吼。好，这是碟。咱来看大理大书典的碟 ，TIAP 第8条。碟吼，伊用共款即个汉字吼。好，安尼我来查一下即个汉字啦吼。我可能用汉典。我要查啥？我要查华语汉读，我袂晓读。就是煞。一霎时，一刹那，迄个刹吼，根基啦吼，所以吼，我着讲甲足明显吼。煞吼，煞呢本来是讲小互形容互声吼，极短的时间吼，时煞刹那吼，刹那是印度话啦所翻译过来吼，所以莫问为虾米叫做刹那。我来看空虚字典，或者是国语词典吼。光晕写小雨，煞就是小雨吼。所以咱讲一碟仔雨，敢有人讲安尼讲？碟仔雨，等下查者吼。因为我拄则看碟吼，拢是我无注意着吼，迄个碟。空虚字典碟歹势煞吼，就是碟啦吼，是雨声集韵动韵是干那写伊的音韵尔。我看动韵是山协切，山协就是协吼，山协切就是协嘛吼，协加切就是煞吼，煞嘛，伊煞那协加切吼，正韵是协协切协吼，伊是无。碟的音啦吼是协协是协吼，应该是读协吼，我读拢伊声调读毋得去吼。山协是嘛是协啊吼，协小雨对雨切声吼，雨切声。好，不管是动韵、集韵、正韵啦吼，除了动韵、正韵拢是读协啦吼。台语安怎变碟？转音变碟，我毋知啦吼。反正就是台语是变调音转对碟吼，
本来是 S 位，伊拢转对 T 去啊，吼。好，所以即个汉字吼，安尼用吼，拄则讲萨挪迄个，无看到啥物古早的字典词典有鬼说伊是即个，有敢若鬼说讲是小雨啦吼，雨声即类的吼，无讲迄个时间极短。但是，譬如讲古早人吼，即是要读作叫昨夜一霎午，天已疏群暮啦吼。昨夜一霎雨，天意疏群雾，这是诗啦，诗人写哦。我感觉这里几说要10分钟，好啦，咱来看一下蝶有小雨的意思，我看卖吼。Ctrl F， 无 Command F， 用雾来查。无，拢无迄个。就是即个蝶字伫台语含落雨，敢若颠倒无啥物关系啦吼。啊，是因为汉字用无共。有啦吼。伫大理大词典吼，蝶吼，我拄则讲汉字伊就是上好用即个顶头一个落雨，迄个雨就是小妾迄个妾吼。蝶伊的鬼说叫做拍的次数，拍的次数啥？拍次数就啥？你讲囡仔叫做拍嘛，吼，迄个拍，打小孩你打，你拍的次数叫做蝶吼，拍4、5蝶吼，或者是1蝶、迄蝶吼，雨落2蝶吼，雨落2蝶，雨下过2次，安尼吼，雨落2蝶，1蝶、迄蝶，拍4、5蝶吼。伊拢甲做伙啦吼，伫咧台语大词典甲，不管是落雨的蝶，还是时间的蝶，拢甲做伙解释一遍，叫做拍的次数，就叫做蝶吼。即个蝶字，其实咱嘛，迄个蝶字顶头佫有啦吼，顶头台语大词典顶头佫另外一个蝶字，伊写三个解释，一个是顶塔重叠吼，叫做蝶；第二个叫做为着要情形等等来拍边吼，叫做蝶，就是背互边啦吼。要怎蝶互边，或者是较早我含阮小弟去做工的时阵，我煞袂记，有用一个字动词，我煞袂记吼。盖互边吼，盖互边吼，盖 KAI 第三声吼，盖边吼，所以蝶就是盖边、拍边吼的意思吼。比如讲，我咱来看例句吼，蝶互伊边，蝶互伊扎吼，蝶互伊扎，打给他扎实一点吼。第三个讲，互爸母蝶毋惊吼，即个我拄则要讲拍，殴打拍囡仔就是蝶吼，蝶耍的吼，甲你拍囡仔蝶耍的吼，蝶就是拍囡仔迄个拍，无一定拍囡仔，只要是拍就是蝶吼。即个人伤搞怪，等下吼，恁甲蝶的吼，意思就是安尼吼，就是甲木木个甲讲两个甲吼，甲蝶的吼，甲殴打吼，所以例句讲，互爸母蝶毋惊，阮囝仔伤急，互爸母蝶毋惊，就是安尼吼，即个蝶字。所以会对讲蝶是拍的次数吼，嘛是会使啦吼。所以伊甲所有的即种夹做一伙来解说即个蝶字吼，有拍的意思，有落雨的意思，有迄个时间足短的意思吼。伊无讲时间足短啦，但是咱知影讲伫咧甘字典讲一蝶、迄蝶就是时间足短的时间 ，this moment that moment 的意思吼。伊拢夹做伙，但是所以你拢学起来啦吼。好，来，这是蝶。
对迄碟转去了后，对迄碟转去了后，就讲，是讲即个志勤啦，对转去迄了后，无论要食饭还是要困，志勤就感谢上帝，毋惊大家知影就是对即工开始，伊心看见光明即句足重要，拄则迄句其实足重要心肝亲像看见光明，所以伊行做拢无共去较早业行去互知影讲，伊去叫上兄来上诗歌行去互知影，伊讲伊含即个基督教交叉，行去互知影，伊去含即寡路教的志节较早拢会惊，即嘛袂啊。对迄碟转去了后，无论要食饭还是要困志勤就感谢上帝意思是啥？要食饭爱祈祷嘛要困爱祈祷嘛，意思就是安尼嘛志勤就感谢上帝，就是我拄则讲伊着伫咧食饭会祈祷，伫要困的时阵会祈祷公开食饭可能毋是家己一个嘛可能含因翁婿我记因大家敢若佫伫大家佫伫大家我袂记反正就是伫咧正人面头前食饭伊嘛是祈祷要困之前伊嘛是祈祷，毋惊大家知影毋惊我大家看到毋惊即嘛毋惊大家知影后壁这虽然长咱读个就过，应该是免啥物解释啦无论伫食饭也是拄伊早捌看过讲伊也是即足简单的字，但是我其实我定定分毋着伊到最后是是第二声是 AH 我真正定定我到即嘛佫毋知，我看过我也袂记无论要食饭还是要困我记得较早迄个我煞袂记，较早伫真理大学教资的迄位教授，我煞家己的名袂记伊看我咧伫个啥？你佫讲一遍好无？歹势，我实在是无听着。你是毋是有佫讲？我听无着。我讲伫真理大学教资的迄位教授啦，伊其实是高雄大学的博士，敢若是电机博士，我袂记电子物理啦，啥物博士毕业的但是后来去读，伊就去教即个台文，伫真理大学。我毋知即嘛是毋是佫伫真理大学咧教啦伊原来是讲阮即种老传腔的，所以你若伫咧 Facebook 看伊写，伊拢含我想拢写老传腔但是伊看我咧写是，伊就会甲我纠正因为我后白写嘛，伊甲我纠正伊就表示伊足清楚，当时用当时用 H 我就真正分毋着。我叫做啥物别还是啥物我真正家己名袂记，歹势。莫为啥物你的声音拢无去啊？你麦克关了拢无发音啊？好啦，你用无方便无要紧。芭比，其实咱时间已经到了芭比，我后壁即寡对即碟转去了后壁这敢有啥物你爱解释？无论要食饭还是要困，志勤就感谢上帝，毋惊大家知影。拢少清楚毋免啦好啦，咱即段咱后回再来读啦志勤听记食的道理，咱一直到即个毋惊大家知影，咱后回再一个，咱上后壁是大家啦，上后壁是大家。毋惊大家歹势，毋惊大家知影啦伊大家佫伫诶啦毋惊，毋是大家TAK 才是大家是大家毋惊因大家知影，进前拢惊因大家知影嘛即嘛毋惊毋惊大家知影。重点就是伊的心看见光明，心改变，你的行做就会改变嘛，毋惊人知影OK， 安尼今仔日读到遮咱后一礼拜再佫继续来读即本小说学台语。
楼骹朋友哦，两人所甲即个我袂记伊单线吼，你若有兴趣，则起来叨念啦吼，啊无一定你用听就会使啦吼，你若歹势叨念，袂紧做你听。叨念其实一个好处就是讲，将来你有法度家己看白话字的文献吼，白话字文献其实是一武拿山吼，足侪吼。较早即个公报社吼，因出版遮尔侪档吼，啊或者是讲因较早迄个报社发行迄个报纸遮尔侪档，内底文章少侪是白话字所写的吼，你会当伫内底读着足侪资料，包括后来比如讲医学方面的、数学方面的吼，你会当当然我毋是要去叫恁去学数学、学医学课程，是你用你若伫你的语言内底，你用语内底，你一寡物件学起来，其实对你表达其实就有帮助的吼。你讲台语会愈来愈地道，愈来愈练转吼。大家就知影哇，你是真正足会讲，你会晓讲吼。但是你嘛毋免骄傲啦吼，我会说无必要骄傲，咱爱学个足侪吼。我一直到即满，我嘛感觉我需要学个足侪，我嘛佫讲甲佫哩哩啦啦吼。好，感谢咱。甲白话字学起来，啊，白话字学起来，学白话字就是像安尼，拄则一字加，一字呼音，安尼就自然就会学起来吼。其实会足紧的啦，恁逐个其实平淡，一礼拜敢若学一工，你若肯下只功夫吼，3工免3工，一礼拜就好，一礼拜你像安尼一字读，连续读一礼拜，过来根本就免我带读，你逐日拢会晓读啊吼。好 ，OK， 其实即摆恁逐日拢会晓读啦，只是无反应无遮紧尔吼。好啦，歹势讲到遮，时间已经超过，咱后礼拜再继续，我要来开房，感谢各位。多谢观众，多谢大家，再来，拜拜。拜拜。